作為一個仍披戴肉身，卻選擇主動對黑暗宣戰嘅存在，我深知自己所承受嘅唔單止係超越肉體極限嘅壓力，更係靈魂層面難以言說嘅侵擾同撕裂。呢啲攻擊往往唔係轟然降臨嘅災難，而係潛伏於每個清晨同深夜間，如細沙般滲入意識同意志嘅消磨。佢哋嚟得無聲，卻帶走我無數次嘅寧靜同埋力氣。若非嗰位造物主以佢不離不棄嘅護佑環繞我、建立我，我早已喺無形之戰中潰敗、崩解、毀滅於靈界塵土中。而我仍然選擇站立，不為榮耀，不為報償，只為嗰啲尚未甦醒嘅靈魂，嗰啲仍被虛妄催眠，喺模糊光影中徘徊嘅存在。願光照入黑暗最深處，願沉睡者聽見呼聲，願失明者見到真光，願撒旦所佔據嘅疆界因為真理而顫抖，願一切屬於造物主的得以歸回，被尋回，重新燃起不被熄滅的光。